那这个南部嘛是拄着同款的状况，和1968列入去警示点的无啥物人，啊无妨列入的这人是去倒做哦。像高雄红列入警示区的二代世界、伊起亚高雄店、家乐福新光店，业者拢已经做好防疫，要来迎接人客，也毋过无啥物人。颠倒是无列入的警示区的好事多高雄店，这个人是坐甲钱做伙。针对这个警示的地点无够全面，交通部长林佳龙讲，会搁甲指挥中心来讨论来做调整。5月连假头一天，Costco 高雄店外口人有够济，一日排咧排到人行道，民众拢有挂喙罨，准备要入场买物件。要不这毋是交通部的景点热区内，确实人有够济。来看有所在内，伊起啊高雄店、家乐福新光店，人无估计遐济。不会啊，因为现在人潮也没有什么人潮。来到二代世界游客嘛无偌济，也毋过这共款被列入景区的热点。我从屏东游乐场所这边，他们的消毒设施、消毒的防疫措施都做得还不错。业者有做好防疫，5月连假头一天早起人潮无估计遐济，不过因为台湾连续5天出现零确诊，业者本来宣布5月份每日拜2、拜3休园，不过即马决定全年无休，每日正常营运。拢无要休，这是庆祝台湾零确诊，嘛是感谢台湾的防疫团队全力保护全民的健康。5月连假头一天的早起，各地区的人潮有诶无估计遐济，有诶却是人客人，嘛考验业者甲民众防疫的警觉性。